宜兰7大渔业养殖区差不多是1400公顷，这阵已经哪来哪少人咧饲。不过因为这是养殖地区，阮也嘛袂当开发做别项。这阵宜兰的县府就决定讲调整养殖区的边界，互这块土地嘛会当有其他用途。外面的鱼呐已经无咧使用，内底杂酷酷，空气嘛无咧拍。目前宜兰有7大养殖渔业生产区，分布伫壮围、高吉、打溪、甲头城等等的乡镇，已经维持要30年。对时代变迁，无咧使用的鱼呐是增加袂少，对公共建设是真不利。县府决定要调整边界的范围。打溪市调村举办说明会，养殖区的地主有来参与，来关心家己的权益。因认为鱼呐无咧使用已经真侪年，继续画伫养殖区的范围内，土地真好有其他的利用，所以争取要划出。你就部分伫养殖区范围内，嘿啦，范围内一处啊尔啦，一处啊尔，嘿啦，就是讲要划出，互伊安尼规地太安静了，嘿，较完整啊。啊，但是已经这么久拢无去啊。无去啊。嘿，啊，有感觉要划出养殖区的范围？阮是要做农地啦。县府表示，养殖渔业生产区内底的土地，并无限制讲袂当起农舍。不过，若要做其他非养殖渔业的行为，或者是其他的产业，都要申请划出。若即届调整养殖渔业生产区的边界，会分2阶段来进行。第一阶段会先调整打溪西条、中兴、甲头城伫安这3个养殖区，会甲部分伫养殖区的边界，而且已经无养殖属实的土地划出范围。边界的部分的做一个微调的部分哈，那再征询看看我们相关的这个养殖区渔民渔文协会的一个意见哈，那我们会再做后续的一个这个定案的一个调整哈。县府表示，打溪西条、中兴、甲头城伫安这3个养殖区，会收集意见，确定调整的方案了后，按照年底会送渔业署来核定。若作为5个等等的养殖区，因为地主意见无啥共款，会投入后续第2阶段再过来调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